既然是军机处的消息，应该是不会错。这也是为了皇上安全，多加小心，没坏处。您老圣明。你们是说有人混进来这里？是。什么人呢？此人姓李，是署内的一个五品督办。五品督办，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任务吗？是，也不是什么大人物。那紧张什么？他是个逃犯。此人身手不凡，十分危险，木龙囚车都锁不住他。是啊，我这里毕竟不是大内，也不是养心殿，内外门禁时有疏松，混进来什么人也未可知。好在我这里地方不大。德康、德顺，带他们两个四处看看，如果发现了那个混进来的什么五品督办，对吧？对，找到了，交给他们带走。就到。谢皇上。二位看见你们要找的人了吗？哎呀，那可不行，一定要找着。我们倒无所谓，就怕你们回去不好交差呀。那是。走，咱们到前面去看看。请。这是要干什么呀？连个内务府的奴才也敢跑来抓人？这是和珅的心计，找个不大不小的由头过来探探虚实而已。得寸进尺。我知道了南木殿的事，却没有参他。他是一时摸不清底细。要找要抓，眼见为实吧。二位，请看看吧。那里边是主子的寝殿，要不要去？看看。不要！哟，你找死啊！这是后宫。去别的地方。看看别的地儿。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好像有人喊什么。两位，请。走。轻点，走。这儿呢，什么人？这个人想爬墙，八成是个刺客。什么刺客？我是功臣。你要是功臣，我还开国元老呢。带走。走。我找皇上有事儿，我。哎，是我。哎呀！出什么事儿了？哦，没事儿，可能是一个跑来闹事儿的。这些天呢，常有啊。你陪二位大人转转，我处理一下门上的事儿。好。
好，来，两位大人这边请，来，这边请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不能这样对待功臣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串门了。你可真会挑时候。走。什么？在哪儿？我怕他让人撞见，我把他。二位还想到哪儿去找一找？不用找了。啊，真的？不用了，不用。那。怎么样？找到了没有？怪了，照说这军机处消息应该是准的呀。哎，是不是走漏了什么风声啊？不会。找也找了，看也看了，中堂那边你们就看着回吧。其实我们是真心为皇上办事儿。那就好。不知皇上还有什么吩咐？不敢。我们是真心想孝敬皇上。若有差遣，万难不死。我说你们要真是闲着没事啊，就带点泥瓦匠，去修修养心殿吧。那小子我见过，就是他把我关进囚车的。我这是干的什么狗屁差事？怎么想办法补救？哎，对了，刚才那位单大人叫咱们干什么？我哪记得叫我们干什么？我光听见心跳声了。好像是说修养心殿。养心殿？您想啊，大典之后，皇上就要住进养心殿了，那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啊。养心殿，对，养心殿。咱们卯足了劲儿，把养心殿来个礼拜三薪，弄好了是个彩头啊！对呀，赶紧的，招人备料，要集最好的工匠，来个里里外外大修养心殿。还有，马上拟个条陈呈给皇上，要用咱内务府的名义好好修，有粉咱得往自己脸上擦。哎，等会儿啊！这人没抓着，中堂那边咱怎么交代呀？你小子别逼我了好不好？你脑子灵光，你想想啊！不就是要个人吗？这叫李什么的小子，我估计中堂大人肯定是没见过。一个什么狗屁督办，中堂大人怎么可能见过呢？那就好办了。什么？咱这边抓着人，那边修着养心殿，两边不得罪，两边都有好啊。上哪儿抓去？您跟我来。走了吗？走了。主子是菩萨心肠，救了你，还不谢恩？算了，也算是老相识了。咱们是礼多人不怪。是啊，礼多人不怪。人家都找上门来了，
朕竟然在这里还要礼多人不怪，真是荒唐。谁找上门来了？如今这里是非多，你不能久留。皇上，现在让他出去，会不会惹人麻烦呀？和珅是在试探我，并不一定真的要找哪个人。他的人既然已经来了，也都让他们查了，或许可以暂缓一时。不，您现在不已经是皇上了吗？您怕谁啊？放肆！皇上啊，那看谁不顺眼，咔嚓一刀弄死啊！咔嚓一刀，天下的事要都能像你说的那么简单就好了。不过你帮过朕的忙，朕自然不会做兔死狗烹的事。眼下你最好先躲一躲，让人从后门把他送出去。这。您客气，报告，留步。回去。不对，我干嘛来了？不对，开开门！我还有事儿呢。我话没说完呢，我才我怎么那么傻呀我？这就是他的窝，人都不好了。太好了，咱就在这儿候着，来一个抓一个。别着急，先看看是谁，别吓跑了。停，到了，两位，进屋把能搬的东西全搬上车啊，走。走。李督办在不在呀？他上哪儿了？他这个不说宰了你？他去宁古塔了。胡扯！他早跑了。跑了？跑哪儿去了？知道还问你啊？这不有小半年没见着他了。你是他什么人啊？我是他兄弟。就是他了，走着，拿下！不是，你们不能随便抓人呐！你小子别吵了！不是这怎么回事？这是老司机！大人，这不能乱抓人呐！我这怎么了？我这，
三堂主求见主公。主公，和林大军突袭，寨中千余兄弟全部殉难，属下罪该万死。三妹总算平安脱险，是不幸中的大幸。看来你身上也受了伤，过来，让我瞧瞧。这位兄弟，来，扶我起来。慢！这个人的来历，钱通全告诉了我。山寨遭受洗劫，我们怀疑是他通风报的信。可是他救了我。也许他是想借你混进总坛。我敢担保，他绝对不是敌人的奸细。你凭什么担保？就凭他在广乐园装疯卖傻的迷恋你？可我觉得他就是他，我不会认错。三妹，你愿不愿意带着他去到山下，为你那些枉死的弟兄报仇？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请主公示下。何林身在军中，四周必有重兵把守。我要让你们去行刺，那是我不仁。有一个人卧病行援，比较容易下手。您是说，总管7省兵权的主帅福康安？好，我去。李大哥，你愿意陪我走一程吗？喘气了没有？有人跟着你吗？怎么了？风秋让人给抓走了。啊？让谁啊？内务府的人。不用怕，我给您道喜来了。中堂府派人来了。中堂？何中堂？那还能是谁？我给中堂写的那些信都收到了。看样子是收到了。这不，您的案子已经案下了。我没事儿了。
要不怎么给你道喜呢？哎呀！这些日子您受委屈了，没办法，我们就是干这个的，有对不住的地方，哎，请您多多包涵。这些是小的那么一点孝敬，山不转水转，日后大人官复原职，说不定还能照应着呢。正常待我，天高地厚，杯中薄酒，不成敬意，请。啊，干！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酒了。对我来说，这就是琼浆玉液呀！那是，你什么酒没喝过呀？看来我姨子不说是对的，中堂无忧我就没事儿。所谓唇亡齿寒，这最显浅的道理，我怎么能不懂的？一个15阿哥能有什么能耐？哎，以后您可不能再说15阿哥了。怎么？您不知道，您嘴里的15阿哥，现在已经是皇上了。什么？皇上？哼，乾隆爷已经上位了。那我的案子真的能结？这杯酒就是何中堂来结你这个案子的。什么意思？你说呢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喝的酒了。你越动呢，发散的越快。和珅，来人呐，把他的血擦干净，找根绳子套上脖子吊起来，做成自尽的样子。这。行了，那个年轻的呢？您是说他的儿子相虎，早一步就了你了。哎，小心！就这儿。嗯。
这个王八蛋！哎，你不认识皇上吗？那怎么了？能不能再去求求他？找他没用，人都跑上门去抓人了，弄得我跟做贼似的。我看那皇上也是个摆设。也许是和珅的势力太大了。我们俩那么多了，求人不如求己。你贱呢？干嘛呀？我劫玉泉。别说是你了，就连我学过几天功夫的都不敢靠近那个门。你以为自己是谁呀？以为我自己是谁？哎，我怎么忘了我是谁了？走，去哪儿？换行头。哎，等等我。启禀总管，中堂他老人家要的人，我们已经拿下了。什么人？就是那个五品督办。在哪儿拿到的？按中堂的吩咐，我们去了皇上那儿。啊，是皇上把人交给你们的？差不多吧。什么叫差不多？皇上让我们进去搜了。后来呢？后来我们就抓着了。这么容易？没什么难的。那皇上说什么了？皇上说，既然是和中堂要的人，你带走就是了。这么痛快？痛快，可痛快了。那个人要不要给中堂大人带过来？你这个犯人已经不重要了啊，不重要是。哎，要不我们帮中堂先审审？什么？我们审审。你们想要知道的事情太多了。不敢。该知道的知道，不该知道的，明白。把人先押起来。等我回复了中堂再说。皇上那边得罪了，中堂这边也不落好。我这办的什么差事？你不一直想知道我是哪的吗？看清楚了，大内侍卫张干处。走吧。上哪儿去啊？把人救出。能不能给碗汤啊？你叫什么叫？能不能给碗汤啊？这咽不下去呀！汤啊？你自己那不是有吗？哪儿了？自己尿泡尿，趁热喝了啊？还有汤？嘿，不是，那骂人了你？你才喝尿呢！3排12，有人踏阶。站住！干什么？这身衣服不认识吗？这个呢？内廷侍卫。田院长，外面有个人说他是从大内来的，有乾清宫的腰牌。干什么的？我没敢问。
就这题。爹，爹，见到何中堂了没？我去找了几次，何中堂没见到，但我见到他身边的刘总管了。他们说我什么时候能出去？刘总管说，恐怕还得再等一等。啊，还得等一等。爹，你小点声。爹，这种事情不能过分张扬。不过您放心，刘总管说，凡是给中堂卖过力的，中堂一律不会亏待的。想必咱们出的力远远不够啊。声音怎么那么耳熟啊？这点银子您收好，在这里用得着。要是有碗汤就好了。爹，我走了。要是有碗汤就好了。大人前来，可是有什么旨意？看清楚了，内廷侍卫。你们今天这儿有没有送过来一个叫李传卫的犯人？您是说内务府送来的那个？还能是谁啊？乱弹琴，怎么送这儿来了？那可是那总管亲自送来的，他说是一定要看好的重刑犯。内务府那帮狗腿子，胳膊伸的也太长了吧？您是要来的时候脑袋上戴黑面罩了吗？没有。什么？乱弹琴！都谁见他了啊？没几个。你看见他长什么样了吗？我看了2眼，两眼都不该看。送你一句救命的话，马上把他长什么样给忘了，老婆都别说，知道吗？忘了吗？忘了。他是什么人？你知道的越少越好，啊，要不然会杀头的。这种事儿你该见过。行了，交人吧。交人？啊，他现在归我管。哎，总得有个交割文书什么的吧？我们带人还需要交割文书吗？那内务府那边，你别跟我提内务府啊！提内务府我给你急，知道吗？他们说是奉了中堂的旨意呀。中堂算老几啊？他杀过人吗？那你知道我是干嘛的吗？来，今儿让你知道一些不该知道的。我们那个地方呢，是专门替皇上杀人的。杀人？沾干处听说过吗？还想知道更多吗？不想。那就别愣着了。好，我这就给你办。来人，陪大人上忙用茶。我这就替人。快了点啊！大人，借一步说话。那个人你认识？你也想打听？我跟你说，他是个骗子。什么？那是何中堂要抓的人。他说他是。他说他是什么，你也不能相信他。他
有腰牌。那个人的本事很大，什么都能作假。他来干什么？提人。提谁？提一个叫李传卫的。他就是李传卫。他是谁？李传卫，他是来救同伙的。你是谁呀？我是谁不重要，我还知道很多你不知道的事儿。什么？我哪那么多知道不知道的事儿啊？你还想不想升官？那你还不赶紧把他抓起来？这快呀，要不然他就跑了。大人，抓不抓？哎呀，就凭他的一句话，抓错了人怎么办呀？不是说是假的吗？真的假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不能做错事儿啊！给他抓起来不就完了？抓错了人怎么办？别看在牢里咱们说了算，出了大牢门口，哪个当官的都比咱脖子粗，掐死个人跟闹着玩似的。你不是刚见过一个冤死鬼吗？怎么，你也想认识？你弄一碗什么毒酒给你喝着吗？想办法稳住他，别让他离开，也别让他察觉。是。你跑趟内务府，找纳总管，告诉他咱们这儿出事了，好像出了2个李传卫。什么？2个？怎么回事？不该知道的别打听，叫他们派人来，要快啊！是。王大啊！劳您再等会儿。哎，人呢？人呢？正开锁呢，正找钥匙。现在才开锁呢，干嘛呢？因为这是重犯，所以这钥匙啊都单独藏着。锁跟别的锁不一样。对，我看看去。哎，大人，我们头交代了，您的身份跟别人不一样，所以不能让人瞧见。这牢里头拉屎拉尿的，臭味特大。头说让我们在这儿伺候您，把茶喝好就行了，到时候把人给你送来。那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是。还我这暴脾气！你怎么进来的？你被人认出来了。啊？谁会认识我？我也不知道。快走吧，他们已经派人去内府查了。怎么走啊？没事吧？下次你能找个矮点的窗户吗？真够笨。哎，在里头吗？在。开门。那总管，你看。
你让我看什么？啊？人呢？你们搞什么鬼啊？不是，刚才啊，刚才什么呀？刚才真的有个人。谁呀？有人说他是真的李传贵。哦，对了，我有证人，不信你问他。问谁呀？问你什么意思啊？耍我啊？皇上我惹不起，中堂我惹不起，对付你个小小的典狱长，我还是绰绰有余的。福康安养病的地方不难找，只是暗影中有多少守卫就要碰运气了。万一有去无回，你不会怨我吧？你看，怎么回事啊？回去吧，老天爷已经替咱们报了仇了。你看，他们在布置祭品，福康安真的病死了。原来教主一直在暗中跟踪我们，看我们是否真心行刺。这张弓怎么样？这张弓可是个宝物，据传是我朝开国元勋徐达将军随洪五爷打天下时用过的。这张弓非常的硬，能拉开它的人屈指可数，至今教中仍无人能拉开它。